来看受到疫情的影响，袂当来出国，这个钱拢锁伫咧国内。各大百货公司为着要来抢业绩，周年庆是大拍折。星光3月第一波的周年庆昨开始咯，这个南西店昨一天都有10万人来入馆。另外包括着大业高岛屋、美丽华、远东百货、信义店的周年庆，拢为初7或者是初8要开始，希望会当甲疫情期间落降的业绩赚回来。百货公司一开门，人拢一直对内底冲。中秋周年庆第一天，星光3月南西店一天就有10万人，比进前搁较多。一天的业绩就超过5亿。第二天人游玩无减少。今年因为不出国，所以像顶级的化妆品之类的表现也是非常好。因为疫情影响，民众无法度出国，百货公司推出日本展览、日本鸡卵糕、东京牛奶饼拢卖了真好。周年庆主要的化妆品、保养品品牌嘛推出原本伫无人机顶头才卖到的限定组合，卖少的品牌落价拢比伫免税店搁较俗。我觉得便宜很多，连加大的都比它便宜。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百货公司顶半年业绩拢无去年好。趁着中秋双十连假要抢人客，先是大约9到5的周年庆对初7开始，美丽华、远东百货、信义的13是对初8开始推出限定的商品，加上优待介绍，毋望会使甲疫情期间无赚到的业绩拢赚回来。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根据着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所做的2020世界数位竞争力的调查评比，台湾伫63个主要的国家甲经济体当中，这个数位的竞争力排名第11名，比去年进步2名，嘛是2017年以来成绩上好的一届。因为台湾的企业甲个人的用户全力咧准备要迎接到5G 的年代，所以伫个开发数位创新的技术的能力，甲国家数位化转型的程度，这2个指标，台湾的排名拢有来提升。即摆有真侪人拢真爱甲水果甲加做果汁，想讲安尼利便够营养，但是有一种的讲法咯，讲这个水果若加做果汁。膳食纤维甲维生素就会对咧流失，等于是咧啉糖水。嘛有另外一种的讲法，讲伫个加果汁的过程中，会来释放到大量的游离糖，啉咧人较大苦。其实乡亲啊，这讲法无一定总对哦。啉这个果汁也是会当啉到营养哦。来看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做好了，喝杯果汁吧。新鲜的水果浸入果汁机加加嘞，营养感真正会无去。水果打成果汁呢，就相当于把很好的一个营养品变成了几乎像垃圾食品。水果打碎了以后，里面的糖变成了游离糖，喝一杯果汁就相当于喝了一杯糖水一样。那顶头这个影片大家拢咧流传，讲水果若是拍做果汁，营养就完全流失，而且佫会释放更加侪糖，敢真正有影？连请营养博士来说明。水果跟把它做成果汁以后，事实上它的成分变化不是非常的大，在这个过程中。